樟池电气工，樟池是一种两栖性的四脚类，大部分拢是伫暝时才有出来活动讨食。一般讲起来，樟池伫受气还是求亲的时阵，颔棍下面拢会结开，结甲规球，看起来一粒亲像鸡龟仔。鸡龟仔原本的意思，是因为鸡仔若在烧抢食，拢大先甲食物结伫颔棍，看起来亲像圆圆的一粒球，所以甲号做鸡龟仔。后来人发明一种囡仔的铁佗物仔，会通用喙喷风，互伊内底结气，结甲一粒圆圆亲像球同款，也就甲伊号做鸡龟仔。鸡龟仔若是气结了伤久，伊就慢慢会消风。所以后来在形容一个人，若是真爱出风神，爱讲大声话，就甲号做喷鸡龟。有人喷鸡龟并无歹意，是要利用伊来讲笑话，伫团体中间增加趣味。这款情形，大部分的人并袂厌恶。总是若拄着迄款爱讲大声话的人，一时的有可能相信伊所讲的。若是久了后，龟脚就拢缩缩出来，亲像这款爱喷鸡龟的人，另外甲称做爱碰风，所以樟池电气工，也就是碰风的意思。咱平时做人讲话，就爱老实，毋通够讲大声话，到时较袂漏气。耶稣捌讲，无有看捌的事，后来无互人知的。马太福音10章26节。樟池电气工，樟池是一种两栖性的四脚类，大部分拢是伫暝时才有出来活动讨食。一般讲起来，樟池伫受气还是求亲的时阵，颔棍下面拢会结开，结甲规球，看起来一粒亲像鸡龟仔。鸡龟仔原本的意思，是因为鸡仔若在烧抢食，拢大先甲食物结伫颔棍，看起来亲像圆圆的一粒球，所以甲号做鸡龟仔。后来人发明一种囡仔的铁佗物仔，会通用喙喷风，互伊内底结气，结甲一粒圆圆亲像球同款，也就甲伊号做鸡龟仔。鸡龟仔若是气结了伤久，伊就慢慢会消风。所以后来在形容一个人，若是真爱出风神，爱讲大声话，就甲号做喷鸡龟。有人喷鸡龟并无歹意，是要利用伊来讲笑话，伫团体中间增加趣味。这款情形，大部分的人并袂厌恶。总是若拄着迄款爱讲大声话的人，一时的有可能相信伊所讲的。若是久了后，龟脚就拢缩缩出来，亲像这款爱喷鸡龟的人，另外甲称做爱碰风，所以樟池电气工，也就是碰风的意思。咱平时做人讲话，就爱老实，毋通够讲大声话，到时较袂漏气。耶稣捌讲，无有看捌的事，后来无互人知的。
马太福音10章26节。